自然，讓這秘密埋藏在眼睛裏。
仔啊？好趕，唔使趕車咩？吉隆坡咁大，聽講好車程好遠喎。咦？咩嚟㗎？又係假薯片啊？咦？真肉乾喎呢個係真係堅嘅肉乾喎，我好中意食呢啲嘢㗎。好啊，係咪好開心啊？有幾開心啊？10級開心咪10級開心就一齊話10級開心啦！喂，你唔講嘅，白色衫。关于以後的壞的都已經聽說，願你新鮮的是我，沒有確定的以後，沒有誰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。